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7月6日發生一宗驚險火警，一架新界的士喺赤鱲角路行車天橋上突然起火爆炸，幸好司機同2名乘客及時落車逃生，冇人受傷。事發喺7月6日晚上約11點半，當時的士正沿赤鱲角路往屯門方向行駛，67歲姓黃司機聞到有異味，立即靠邊停車並同乘客落車。幾秒之後，的士突然爆炸，火球衝上數米高，火舌猛烈燃燒，橋面一度被火光照亮。網上片段顯示，爆炸一刻傳出巨響，碎片飛墮橋下，爭啲擊中途經車輛。消防接報到場，迅速撲救，火勢約半小時後被救熄。警方表示，事件中冇人受傷，初步懷疑起火原因與車輛機件故障有關，詳細情況仍在調查中。